继续来看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为着要拼连任，答应要特赦上千个参加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的人。虽然桑切斯有连任成功，不过要特赦这个政见嘛引起未少保守派民众的批评，发动抗议，甚至甲警察起冲突。 一个甲一个为难互引导，抗议民众的情绪是愈来愈激动。远警直接甲几十名带头的民众压倒伫涂骹，了后甲因拘捕。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为着连任总理，得到分离人士的支持，陷入下面过去10天因为参加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受到起诉的9,000人。 这个月16，桑切斯伫350席国会议席内底，得到179名议员支持，成功连任，引起保守派民众不满。10月组织伫首都马德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Por todo lo que está sucediendo en España, que es vergonzoso, no habíamos vivido una situación como esta en los años que yo tengo, ya tengo bastantes, y no hemos visto que un presidente de gobierno compre su cargo. 抗议民众谴责政府用特赦分离主义人士来换政府连任执政。过去几落天，西班牙国内真侪所在，逐天拢有示威活动。9月一个民调显示，有7成的民众是反对特赦。不过，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认为，特赦会当缓解加泰隆尼亚的紧张局势。而5万独立的巴斯克地区民众是组织伫北部沿海城市比尔包支持特赦。Pues ahora se abre un proceso con un nuevo grupo en el gobierno del Estado y con la expectativa de intentar sacar adelante un proceso, por lo menos, por lo menos ya solo que se hable de un Estado de Euskadi, pues ya es un paso ya adelante. 西班牙 CSIS 国定科学研究委员会表示，这个特赦会是西班牙为1977年以来对前独裁领袖波朗哥独裁期间所犯的罪做全面特赦了后，规模上大一届特赦，嘛是1991年了后，欧盟批准的头一部特赦法。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